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19号，下一周的盘前规划。本影片纯属个人分享，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建议。若帮助到您，欢迎按赞、订阅、分享。首先来看到加权指数的部分，指数的部分呢，上周有提到，行情在这边陷入了一个盘整的状况。那过程中呢，可以观察到，目前就是整理出了一个比较短线上的一个区间，一个框架。那这个区间呢，未来一定会有一个方向，不论是向上突破或向下突破。那目前就是一个横盘的箱型整理。那这样子的过程就要留意到，整理久了，那行情会出现了一个方向性出来的话，那当然就可以去留意不管它的行情是往上走，走出一个突破上缘，那回来做一个测试的时候呢，就可以去留意是否有机会去做一个多单进场的动作。那如果行情呢，它是往下突破这个区间的走势的话，那就要留意到，会不会这边还有一个前面的一个跳空的这个缺口，会不会呢跌破了之后跌破这个盘整的底层之后呢，顺势的再来挑战前面的低点位置。那如果跌破呢，这个低点的位置呢，缺口的部分就要留意到它会不会来进行一个弥补的动作。那像刚刚提到的就是突破上缘之后，回来做个测试之后，那我们自然有机会可以去期待它可以延续这段突破之后的力度，持续的去往上做挑战。那再来前面就有1600的这种整数16000这种整数关卡，甚至是一些前面的密集的交易区域，那就留意到是如果突破没有买到回来测试的位置之后，就留意到尽量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那如果它在底层的跌破又拉回区间之上的话呢，当然也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短线上的一个多单测试。那记住，只要跌回这个区间的最低点之下，或者是你进场之后设定好的停损点，一旦是跌破了，就要留意到出场的时机，那不要等到行情一直往下之后，然后再做一个杀低的动作，这样对于自己的交易计划可能就会乱掉。再看到台指期货的部分，台指期货呢在周五是一个小跌的动作，那它这边可以观察到前面的这个高点转折的位置，这几天一直都在这个区域上下做一个横盘整理的动作，就跟加权指数差不多。那这边也是一个整理的一个低点，这个低点的下缘呢，就像是之前有提到的，它能够守住持续整理之后，持续去延续往上的走势才是比较恰当的。那不然呢，如果它跌回了这个区间的下缘，就要留意到是加权指数有一个跳空缺口，那这边呢只是一根长红的一个期货的一个上涨的 K 棒，那就留意它这根 K 棒的低点，大概15000的这个位置，会不会有出现一个整数价格的防守？那到了这个位置呢，如果是以长线来布局的话，当然以这段来说，涨多了回来，涨多了再回来，这种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档，在这个位置去做多单的测试，或者是一些全指股的建仓的位置，也是值得去留意的。毕竟也是期待的持续的一个长时段的一个上涨的走势。那这样子也可以画一条趋势线去做一个辅助。那如果行情未来碰到这个整数关卡、区间下缘还有这条上升的趋势线，能够都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个反转，那去做一个布局跟建仓的动作，
也是还挺合适的。那主要目前来说呢，虽然是在区间的中间，那未来上涨下跌的位置空间都差不多。那如果你想要做多单的测试的话呢，自然就是等比较偏近下缘的部分去做多单的测试。那如果跌破了最低点的位置，自然就是停损，那去再等下一个可以建立多单的机会，有可能是回来这边做个测试。假设它真的跌破的话，那如果没有跌破的话，在这个低点的位置让你可以吃到，那当然你可以期待它往上缘去挑战，甚至突破上缘之后，持续去做更高的交易计划。自然没有停损之前，所有的获利可能都是无限的。再看到金融指数的部分，金融指数呢沉寂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像加权指数一样，电子股这么的强势。那金融指数目前慢慢的横盘整理之后呢，也是再次的挑战封关之后的这一根 K 棒。如果下个礼拜它能够有机会的一举的就是直接站上了这个区间上缘之后，那我们就是等它哪一天回来测试。当下礼拜有机会突破回来测试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去找拐点的进场机会。那这边呢，至少是希望能够来挑战一次，挑战之后呢，去做一个筹码的整理，回来之后测试成功，并没有再跌回这个区间下缘的话，我们就是去找反转的一个位置，去找多单的建仓机会。那当然，停损一样就是要设定好。再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期货的部分，上周有提到这个位置呢，前面的高点的位置也是多次更久之前的一个压力支撑互换区域。那上个礼拜呢，行情走的比较辛苦一点虽然它迎来了一连串的上涨。那我们也有提到说如果它在上个礼拜有提到说，如果有机会能够回到这个位置去做整理测试的话，会是还不错的多单的交易计划。那这边呢出现了并没有出现到这边回到这么底层去做一个测试，反倒直接拉了一个上来。那拉上来之后呢，又只碰到前面的这个位置，所以行情呢去做一个向下的动作。那目前来说呢，这段的行情的趋势趋势线大概是这样子。那这段上升的趋势呢，去做了一个缓夹的动作，现在出现了一个比较走平的走势。那这样子的趋势，虽然趋势线被破坏了，但并不代表行情就一定会在这边去做一个下跌的走势。那目前呢，水平线的位置呢，貌似还是有去做一个前低的位置，还是有去做一个防守的走势出现。那就要观察到的是未来它会不会延续这条下降趋势线，到这边之后又做一个反转向下，或者是下个礼拜能够持续的往上去做攻击，站稳这个位置，也就是前面的这根 K 棒的一个位置，持续的去做一个压缩整理之后，始终会出了一个方向。那当然，如果你要在低点的位置去做多单的进场，当然是可以，只是要留意到前面的低点位置跌破就要出场。那下降的趋势线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行情持续向上的走势。毕竟连续3天的一个上涨，只用了2天就把行情跌完了。那这一段来说呢，可能就要走平。那毕竟整体的上升，这段上升趋势做了一个休息的动作。那走平的话，就是等待行情再次出现一次无论是上涨或下跌的突破，去让行情能够带出这个框框之外，那当然就可以做一个顺向的一个行情的发展测试。再看到黄金的部分，黄金之前有提到，上个礼拜有提到，如果它这边测试失败的话，可能还去有一个空单下跌的机会。那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个前面的整理区间的一个突破的位置。
那上个礼拜也有出现了测试之后拉回，那在周五的部分跌破了之后，就是这次的拉回。那在这边来说呢，短线上我们就可以留意这个位置，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个位置。那留意行情，如果下个礼拜再次的往下测试，在这边的位置附近有没有出现还不错的交易计划？虽然目前的下杀走势依旧非常的强势，那整体拉回的 K 棒只有礼拜五的这一根比较出现比较还可以一点的拉回。那当然是还是要留意这个位置的最低点的位置能不能够止稳。那当然是希望行情有机会回来低点测试的话，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布局。那当然停损的位置自然就是这一根的最低点之外，除非你的杠杆开得很大，或者是你的部位压得很重，那当然你的停损空间就要切换到更小的格局去做一个考量。那整体来说，黄金的下跌趋势还没有，不会因为这一根 K 棒就确定它准备要反转向上，而是要留意到它会不会出现整理之后，再继续往上去做一个反转的动作。那再看到美元指数的部分，上个礼拜有提到，美元指数站回了这个区间之上了，这就是可以延续着这个上升的走势去做一个持续上升的动作，直到来挑战前面的这个明显的压力反转的区域。那上个礼拜呢，也有来到这个区间之内附近，那行情也做了一个反压的动作。那目前来说呢，美金依旧持续的去期待它上涨的走势，虽然短线上来说，这里是一个密集的交易区间，还有前高的一个压回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要留意到目前美元下礼拜可能走势就会比较震荡一点，那也来到了这个分割率的一个关键价格附近，那会不会出现反压？再次的测试这个区间的位置，是多单想要布局的人的一个机会。那如果它没有持续的去做一个下跌，我们也不要去做追高，除非它直到能够打破了这一个位置之后回来测试，测试这个位置之后呢，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进场，不然它持续的在这边受到一个反压的话，行情终究是有可能会下来。那你在这里追高的话，就有可能会迎来一波亏损或者是停损的可能。那当然，它会不会突破我也不知道，但是目前这里来说，就是撞到压力的位置，还有密集区域的位置，所以要在这边才去做多，倒不如就是等它回来测试之后，测试成功了，我们再去做多单的交易计划。再看到比特币的部分，比特币呢上个礼拜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拉升，所以呢这段的走势可能依旧持续的偏多去做一个看待。那目前呢还是在挑战这边前面的高点位置，非常的刚好，非常的刚好，就是碰到了过去的这个位置。那下次呢，下一次的价格再次来到这里，我们就要留意它会不会再次出现反压。那现在才要做多比特币去做多单进场，为时已晚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边已经非常靠近的这个前高，那当然你要赌它会持续突破，那也不是不行。可是呢，这样子来说，你要考虑到是，如果它再一次的压回，你这样子的报酬比能不能够让你持续的去做一个获利，就是要值得去留意的。那目前来说呢，虽然是持续的向上的走势非常的强势，但还是要留意到追高还是有可能会亏损这个部分。再看以太币的部分，以太币呢也是正在挑战前面的高点的位置，但它近期的走势是比比特币再弱一点的，所以呢，以太币的话，当然是期待它能够挑战这一次的前高，回来做测试之后，我们再去做多单的进场布局，而不是在这边的位置就急着忙忙去做一个多单的进场。
再看到原油的部分，那原油的部分呢，上周有提到，如果行情它能够正式的站回这个区间之上，那我们可以找个多单的机会。那上个礼拜5天的交易日全部都是以下跌的 K 棒做收。那目前呢，要挑战这一条下降趋势线。那虽然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底部的高点持续的垫高一样，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期待它的低点，并不会再突破这边的低点。不过呢，这边的位置还是有点远的，所以呢，倒不如等到它有明显的出现下跌的反转的走势出现之后，我们再到更短的格局里面去寻找多单的交易机会。那不过可以观察到，目前这波上涨的趋势虽然它这边涨多跌少，涨多跌少，但目前为止可以看到是它没有涨得比上次还要多，反而却跌到了快要接近前低的位置。就要留意到这一段的压缩区间，最后走出方向之后，我们再去做多单的或者是空单的交易计划也不迟。这样子的一个压缩走势的话，终究会出现一个多单的向上机会，或者是空单的向下机会。所以呢，目前来说，我们当然可以期待它在这条下降的趋势线、上升趋势线上碰到一个反弹的力道，那就要看下个礼拜。如果接近这个位置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守最低点，去做一个期待它往上涨的走势。就是出现最下跌之后出现了靠近低点的位置，那我们当然就以低点的位置以外去做一个停损的空间，期待它持续的往上走，突破之后回来测试，再持续的往上。那如果下个礼拜压缩之后，它是再出现了跌破这条趋势线的话，那行情可能依旧是持续的疲软，因为毕竟这段的趋势下跌的幅度几乎快要跌到结束了，并且上涨的空间也没有到上一次上涨的位置一样这么的多，那就代表这一段的上涨趋势没有延续下去，那反而行情却出现了一个反压的动作。那到这样子来说，就要比较留意到原油会不会持续的去走弱的一个动作。那谢谢大家，祝大家下周交易顺利，身体健康。